知觀眾們準備好未呢？參賽者們睇落就準備好啦。好，比賽已經開始啦，睇下邊隻艇領先呢？咁長嘅參賽者都勢均力敵。咦，8號艇隻嘅選手衝緊出嚟啦！佢係李志佳，緊貼其後嘅係7號嘅選手都追得好貼近啦，加油！就嚟追到！6號艇隻同10號艇隻嘅選手都唔好放棄啊！已經過咗一大半㗎啦，加油！恭喜晒8號艇隻嘅選手已經衝線啦，7號艇隻嘅選手亦都緊貼其後。好，恭喜晒所有嘅參賽者，陸續全部都衝線啦！辛苦晒各位男子青少年